美國福布斯財經雜誌公布香港2011年富豪榜，李超人、長實主席李嘉誠蟬聯香港首富，身家有1700幾億港元，但比舊年縮水8%。恒基地產主席李兆基就爬過新鴻基嘅郭氏兄弟晉升至第2位，身家有1300幾億港元。至於微跌一級嘅新鴻基地產嘅郭氏兄弟，身家就蒸發近1/4至1200幾億港元。新世界發展主席鄭裕彤受惠於周大福上市，身家大幅上升6成幾，達1100幾億港元，排名躍升至第4位。賭王何鴻燊舊年分身家之後，信德集團董事總經理何超瓊以200幾億港元身家，首次登上富豪榜第12位，亦都係香港最有錢嘅女性。澳博執行董事梁安琪亦都躋身第21位，身家有100幾億港元。40大富豪之中，超過1/3嘅財富主要來自房地產。由於經濟放緩，佢哋嘅總身家就下跌7%至11700幾億港元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張淑慧報道。